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阿靜啊。今日同大家嚟到西沙嘅 Sierra C 去睇一個2房半嘅單位。咁我哋而家身處喺 B3 座嘅高層 C 室，實用面積為489尺，而前面呢會望到一個永久海景。一打開大門會嚟到玄關位嘅位置，發展商喺大門嘅旁邊做咗入牆鞋櫃，而另一邊呢仲會有窗添。接落嚟到開放式廚房同埋客飯廳。開放式廚房有一個 L 字形嘅備餐空間，空間都好充足。然後客飯廳就由走廊位劃分。之後我哋就出去露台望一望。露台望出去嘅景觀非常開揚。其實喺單位大門嗰陣已經可以望到開揚嘅海景。露台嘅左手邊可以望到湖畔小屋，而下方呢會望到內園。接落嚟到走廊位，走廊嘅右手邊係半房，可以用作工人房或者儲物室。另外呢度仲會有一個窗，可以保持房裏面嘅空氣流通。而現時望出窗外可以望到企嶺下海海景。然後斜對面就係第一間睡房，呢間睡房正正方方，門放喺中間位置，而景觀方向都係同露台一樣望到海景。接落嚟到浴室，浴室採用咗企缸設計，空間都好闊落。而呢個單位特別之處就係工作平台放咗喺浴室外面，一開門望出去呢都會望到海景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房，主人房嘅空間好正方，景觀都係同睡房一樣望到海景。如果有興趣，記住聯絡我啦。